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唔知當大家一提起 Hillbroad 與白標，第一時間會諗起啲乜嘢呢？係好高調嘅、好大隻嘅 Big Band，定係無數咁多款嘅聯名限量版呢？其實 Hillbroad 除咗誇張前衛之外啦，仲有一個非常之優雅、好啱日常佩戴同商務場合嘅系列，就係我手上面呢一隻嘅 Classic Fusion。而我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隻錶啊，型號係510.NO.1180.NO。佢最特別嘅地方啊，就係將有科技感嘅鈦金屬啊，同埋極致奢華嘅18K 黃金 King Gold 完美融合。今日呢條片呢，我會同大家講下點解呢隻錶好有可能會改變你對 Hillbroad 嘅睇法嘅。好啦，咁等我哋近距離欣賞下隻錶。呢隻 Classic Fusion 嘅錶徑咧係45mm，咁睇落啊，聽落好似好大隻咁樣。但係咧，因為佢設計上咧好流線型啊，加上厚度適中，所以上手啦完全唔覺得笨重嘅。而呢隻錶最精彩嘅地方啦，就係 Hillbroad 嘅核心精神 Fusion。你睇下佢嘅錶殼，主體啦係用咗5級鈦，做咗好細緻嘅拉絲同埋拋光打磨，唔講以為係不鏽鋼，帶有一種好高級嘅銀灰色嘅現代感。而最搶眼嘅莫過於係佢嘅錶圈啦，同埋錶帶中間嘅貴金屬鏈接。呢度用嘅並唔係玫瑰金，而係 Hillbroad 獨家研發嘅18K King Gold 黃金3畫黃嘅黃。Hillbroad 啦喺黃金裏面啦加入咗 Platinum 鉑金啊，令到呢種金屬嘅顏色啊更加咁紅潤、溫暖，而且長時間佩戴啦都唔會變色嘅。銀色嘅鈦金屬啊，配上溫潤嘅 King Gold，再加上錶圈上面標誌性嘅 H 型金屬螺絲，係鈦金屬螺絲，成隻錶嘅層次感非常咁豐富。低調之中呢，帶有一種攝人嘅奢華感。呢個就係玩 Two Tone 腕錶最高嘅境界啦。講起 Two Tone 嘅話啦，我自己本身最中意咧就係勞力士嘅 Tridor 三色金嗰隻，係熔金嗰隻。咁之後啦，我最中意嘅就係 AP Royal Oak 嘅金鋼款。而呢隻啦，俾我感覺就第3啦，僅次於剛才講嘅勞力士同埋 AP。睇完個錶殼啊，我哋睇下個 dial。呢款配嘅係啞黑色嘅錶面啦，黑色嘅錶面同埋18K 黃金嘅指針立體時錶啊，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，令到讀時啊非常之清晰。喺3點鐘啦，亦都有一個比較低調嘅日期窗啦，保持咗成隻錶嘅平衡感。你睇下佢指釘同埋指針嘅打磨閃爍嘅程度啦，絕對係同 Grand Seiko 嗰啲不遑多讓。咁我哋轉過去背面睇睇，咁佢用咗啦藍寶石水晶嘅透視底蓋啦，你可以見到入邊 HUB1112 自動上鏈機芯。咁呢個只不過係通用機芯嚟嘅啫，振頻28800啦，提供大概42個鐘嘅動力儲存。
雖然佢冇 Big Bang 系列嘅自家機芯咁複雜啦，但係勝在非常成熟嘅技術啦，穩定，而且維修保養啦都相對簡單，好適合每日日常佩戴嘅。咁依家上手俾大家睇睇。嗱，可以睇到啦，45mm 嘅直徑其實戴上我大概18cm 嘅手腕啦，其實啱啱好。好多人買 Hublot 呢個系列啦，會揀橡膠錶帶或者皮帶，但係我話俾你聽啊，呢款全金屬一體式錶帶先至係靈魂所在。呢條錶帶啊，同樣採用咗鈦金屬同埋18K 黃金相間嘅設計啊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嘅鏈接咧打磨非常之咁貼手，邊緣位啊做咗拋光，中間咧做咗拉絲。上手之後咧，第一時間會感覺到一種份量感。但因為佢嘅主體係鈦啊，佢又比全金嘅手錶啦輕盈好多。份量啊，我覺得分配得啱啱好，非常咁舒服。一講到材質啊，好多人買 Hublot 啊都會糾結另一個好標誌性嘅材料 ceramic 陶瓷。Hublot 嘅全黑陶瓷錶確實係好型嘅，又好有街頭風啦，同埋好 sporty。而且陶瓷錶本身啦就好抗磨損啦。兩者比較嘅話啦，陶瓷錶帶有一種比較低調同埋前衛嘅感覺啦。但係如果你需要出入一啲唔同嘅商務場合啊、見客啊、着西裝啊、好 jazz 嘅話咧，陶瓷錶啦，往往會俾人感覺到好似太過硬朗、太 casual。相反啦，我手上面呢隻 Two Tone 嘅鈦金屬加傾高，佢有陶瓷錶做唔到嘅光澤嘅層次感啊！當你隻手喐動嘅時候啊，18K 黃金會折射出一種既奢華同埋5級鈦金屬嘅高級灰色，會形成一種比較有貴氣嘅商務感。陶瓷錶玩嘅係一種好酷嘅型格啊，而呢隻雙色金屬帶 Two Tone 嘅錶帶啦，玩嘅係一種比較成熟嘅行政人員嘅感覺咯。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？佢個鏈扣啊係一個鈦金屬嘅雙折疊扣，45mm 嘅錶徑啊，配襯 jazz 嘅西裝，或者係一啲 smart casual 嘅恤衫，甚至係簡單嘅一件 T-shirt，佢都完全 hold 得住，唔會好似全金啊嘅勞力士咁樣，俾人一眼就覺得好招搖。但係識錶明眼人一睇啊，就知道呢隻錶質感係與眾不同嘅。咁講咗咁多我鍾意嘅地方之後啦，咁都講一講我自己個人啦，覺得佢有兩個缺點啦。第一咧就係佢嘅機芯啦，講到底只不過係一個 Sanita 嘅通用機芯。第二個缺點啦，就係佢呢個摺疊扣啦。佢呢個摺疊扣啦，就好似一啲比較舊嘅 Omega 咁樣，
當你撳呢兩粒掣拍開佢，佢咧只不過係開一面嘅啫，另外一面咧係要自己拍開佢嘅。咁我就覺得比較唔方便咯。如果可以好似依家一般嘅鏈帶咁樣撳兩粒掣，兩邊都拍開，咁就方便好多。咁大家啦可以見到我用咗貼紙啦遮住咗個 serial number。點解呢？因為 Hublot 依家2026年1月1號之後新買嘅錶啦，都有本身5年嘅保養。咁如果啦你上佢哋官網，再用 serial number 登記多次，咁又會多5年嘅保養，即係5+5，total 可以有10年嘅保養㗎。最後啦，總結一下我對呢隻 Hublot Classic Fusion 嘅睇法啦。我覺得啦，呢隻錶啦非常適合兩類人嘅。第一啦，就係如果你想擁有一隻金錶，但係又唔想咁俾人感覺太過土豪、太高調嘅朋友啦。鈦金屬嘅灰色啦，平衡咗傾高黃金嘅貴氣，令佢多咗一份現代科技感咯。第二類咧就係追求獨特性嘅商務人士，或者一啲初創嘅企業家，喺一眾戴住藍圈、綠圈嘅人士裏面啦，如果你戴住一隻 Hublot 嘅帶有 fusion 嘅美學嘅 Classic Fusion，絕對可以彰顯你嘅個人嘅品味嘅。雖然有人會覺得啦，Classic Fusion 嘅機芯相對基礎，但係啦，我覺得買呢隻錶啊，你買嘅係 Hublot 嘅頂級嘅外殼打磨工藝啦，同埋無可比擬嘅材質美學。唔知大家睇完呢隻鈦配上傾高黃金嘅 Classic Fusion 又有咩諗法呢？你中意金屬帶啊，定係橡膠帶、陶瓷帶？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啦，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啊，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喺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